新闻时来看，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交会的延期，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表示讲会先援助台湾5亿美金的军备。传讲头一批车舰飞弹今仔透早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也毋过国防部并无证实。学者是指出讲，若是解放军对空中、海上要登陆台湾，这款飞弹会当用来反制直升机、无人机，就无法度降落。 美国通过总统拨款权，援助台湾5亿美金的军备，直接提供美国库存武器给台湾。头一批气舰飞弹传出2日透早已经送来台湾。我们跟人家签约了、付钱了，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先到货。那现在人家说我要送你的，我先给你。 啊，那当然，这个可能款式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监射的这个刺针飞弹，但是型号上面跟我们买的还是不一样。国防部低调无证实，敢若讲美国因应军售延前阶段性的措施，相关的品项台美拢有共识嘛确定。学者分析，气舰飞弹有隔空、防空火力，下用单兵作战，方便炸来炸去，会当机动部署去作战的位置。台海若是爆发战事，解放军展开2侧登陆。 国军会当用气舰飞弹反制中国的直升机跟无人机。你也可能部署在这个松山机场的周边等等的，就是中国可能会实施这个直升机架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直接飞进来进行载运人员或装备的这些重要的地点。 美国援助台湾武器装备，嘛透过对话、甲军事主动，避免台海冲突。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认为，台海冲突并不是无法度避免的。美中一起沟通，对台海稳定也是有帮助。We believe that deterrence is still strong, and that the costs of conflict for Beijing remain not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bear. That the costs would remain too high. 瑞特纳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想要伫6月份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甲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却是和中国以李尚福方列做是制裁对象，拒绝对话。记者综合报道。